嗨，大家好，今日講嘅係性案資料嘅第62個視頻，介紹演員古天樂。生辰資料喺維基百科下載。星盤冇對應果老星格組合。古天樂，1970年10月21日生於香港，籍貫廣東中山，香港演員、製片人、慈善家，現任香港演藝人協會會長。兒童家貧，10歲輟學打工，20歲因人與人不慎涉案，入獄22個月，放監後決心悔改。1993年簽約 TVB 出道，1995年憑《神鵰俠侶》楊過爆紅，之後專登曬黑轉型硬漢。1999至2001年兩度獲 TVB 視帝刑事偵緝檔案 IV 尋秦記。2001年轉戰電影，出演門徒、黑社會、竊聽風雲系列等。2018年以殺破狼、貪狼獲香港金像獎影帝。公益方面，2008年汶川地震後成立慈善基金，低調喺內地捐建百餘所希望小學，被譽為百校之父。佢半生逆襲，從淘青年到實影帝與慈善人辦，以敬業與低調成為港星標。星案將每個喺 YouTube、Facebook 更新，歡迎有興趣嘅朋友觀看。古天樂嘅視頻就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嘅收看。